大家好，我是丽梅，感谢一直接订我的朋友，你是我继续唱落去的动力。接落来，甲这首台语歌曲送予你。时间这物件实在真费泪，伊无等人，嘛无芳载人。雄雄回头一看，几落十年已经过去啊。迄时咱也是少年家，头毛乌金目睭讲。想要去做英雄，想要去探天涯，千出世想起来，迄款的勇气已经找袂转来。阮记得迄年毕业时阵，大家哭甲目哭红，讲好要永远做朋友。讲好要时常联络，但是时间一久，联络愈来愈少，朋友来愈无。到落尾只剩一张壁上，到一头铁底，久久嫌一摆。写咱的梦，写到到尾开始有走远。那时间的故事，一张一张在行，行过欢喜，行过悲伤，行到咱拢变做不同款的人。时间倒带是啥物？阮想过暝，想出一个答案。时间是无声的笑头，偷走咱的青春，偷走咱的热情。当人发现已经太迟啊。但是嘛有倒过来的物件，是记忆，是智慧，是咱行过的每一脚步。时间的故事，一天一天在写，写咱的青春，写咱的梦，写到目尾开始有走远路。时间的故事，一张一张在行，行过欢喜，行过悲伤，行到咱拢变做不同款的人。阮决定，不过怨时间无情，因为对每一个人拢当看公平。每一段路程，等到有一天老去，阮来坐秘书下，悄悄讲，阮无白行。时间的故事。
继续